歡迎大家收聽靈食傳說呢個靈修頻道。今日我哋會透過從夜到早呢首詩歌嚟進行靈修，讓我哋有片刻嘅安靜，預備自己嘅心去進入靈修。呢首詩歌帶領我哋從地上嘅視覺升至天上嘅寶座前，提醒我哋敬拜唔單止係片刻嘅感動，更加係從夜到早嘅生命狀態。讓我哋透過呢首詩歌一齊進入神榮耀嘅同在裏面。耶和華榮耀彰顯世間，獻上敬拜仿如在高天。你是神是聖父，我們是你子女，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。聖哉聖哉聖哉，昨日現在永遠，榮耀頌讚，跪拜愛戴盡屬救主。聖哉聖哉聖哉，穹蒼屈膝腐敗，國度榮耀權柄都歸於你。這一生也當敬拜我主，這一生全為榮耀恩主。你是神極偉大，你同在你統領，榮耀主當得永遠頌讚。聖哉聖哉聖哉，昨日現在永遠，榮耀頌讚，跪拜愛戴盡屬救主。聖哉聖哉聖哉，穹蒼屈膝腐敗，國度榮耀權柄都歸於你。分享呢首詩歌嘅層次非常之豐富，引導我哋逐步進入深度嘅敬拜。敬拜嘅起點在於認識神係邊一個，同埋我哋喺佢裏面嘅尊貴身份。歌詞提到你是神是聖父，我們是你子女，就係要宣告同埋確認我哋同神嘅關係，叫我哋能夠從心底向神發出讚美。這一生也當敬拜我主，這一生全為榮耀恩主。呢句歌詞正正講出咗人受造嘅目的，本來就係為咗讚美、崇敬、侍奉我哋嘅主。人只能夠喺造物主嘅裏面活出人生嘅意義同埋豐盛。聖哉聖哉聖哉，呼應咗天上面天使晝夜不息嘅敬拜。神嘅神聖跨越咗時間，包括昨日、現在、永遠，亦都跨越咗空間，穹蒼屈膝腐敗。佢嘅王權統管萬有。從夜到早，未歇獻禱，如約馨香升於至高。呢句歌詞呼應住詩篇141篇2節嘅經文：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，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。喺舊約嘅會幕入面，祭司每日早晚都要喺神嘅面前燒香。呢個象徵住神嘅子民對神持續不斷嘅尋求同埋敬拜。當我哋從夜到早向神禱告讚美嘅時候，我哋就係喺度參與緊天上面嗰個永不止息嘅敬拜。可能好多弟兄姊妹會覺得敬拜係禮拜日喺教會裏面發生嘅事，或者係喺我哋心情好，
環境順利嘅時候先會做嘅事。但係從夜到早呢首詩歌提醒我哋，敬拜係一種持續嘅生命狀態。從夜到早意味住，無論係喺黑暗嘅低谷，定係充滿希望嘅黎明，無論係喺疲憊嘅時刻，定係喺精神飽滿嘅瞬間，神都配得我哋嘅讚美。當我哋選擇喺每一個處境入面宣告你是神，極偉大，你同在，你統領嘅時候，我哋嘅心境就會從周遭嘅環境入面被提高，睇到嗰位坐在寶座上面掌權嘅主。我哋嘅禱告同讚美喺神嘅眼中絕對唔係微不足道嘅聲音，而係如若馨香升於至高。呢份馨香之氣能夠討神嘅喜悅，亦都能夠使我哋嘅生命聚焦喺神嗰度。讓我哋今日就立定心志，無論高山低谷，都讓呢一份無盡嘅讚美同不息嘅宣告成為我哋生命嘅主旋律。讓我哋思想祈禱。歌詞入面提到我們是你子女，呢個身份點樣影響你嚟到神面前敬拜嘅態度呢？喺你目前嘅生活處境入面，有乜嘢具體嘅事情可以讓你今日就向神獻上馨香嘅讚美呢？讓我哋向神獻上感恩同埋讚美嘅禱告。讓我哋一同唱詩，從夜到早。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昨日現在永遠，榮耀頌讚，跪拜愛帶盡屬救主。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穹蒼屈膝腐敗，國度榮耀，權柄都歸於你。到早，未見獻禱，如若馨香升於至高。從夜到早，未見獻禱，無盡讚美不息宣告。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昨日現在永遠，榮耀頌讚，跪拜愛帶盡屬救主。聖哉，聖哉，聖哉，穹蒼屈膝腐敗，國度榮耀，權柄都歸於你。國度榮耀，權柄都歸於你。讓我哋同心祈禱。慈愛嘅天父，我哋滿心感謝你，你係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嘅全能神。多謝你收納我哋成為你嘅兒女，讓我哋有特權可以隨時嚟到你嘅施恩座前。
求你幫助我哋嘅生命，無論係黑夜定係清晨，都能夠向你發出讚美嘅聲音。願我哋一生嘅年日，我哋嘅禱告同埋心思意念，都能夠如同馨香嘅祭呈獻俾你，蒙你悅納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禱告，阿門。